好，第二位分享者是为源泉来的陈嘉穗，伊头拄仔有小可自我介绍过，我想要甲大家介绍讲，我甲源泉源泉故事厝即个起源，就是伫6月7的时阵，我甲阿东做伙去参加源泉的一个音乐节还阁有就是过转工，我阁去参加因的掠河流的活动。迄当阵我才知影讲，原来台湾有源泉即个所在。我就感觉讲，哇，就是即个所在有迄种，互人感觉讲你会当带囡仔来即个所在佚佗，来体验，就是较早人咧掠河流还是讲体验源泉即个所在，种田迄种感觉。我感觉就是我足介意即种互社区阁活起来即种感觉，所以我就足想要邀请源泉故事厝的人来甲大家分享。所以今仔日就足欢迎嘉穗即个源泉故事厝的青年的店长来甲大家分享。所以咱即摆就欢迎嘉穗。大家好，我是源泉故事厝的少年店长啦，吼。我讲台语有淡薄仔开口啦，装卡来吼。安尼，我即摆先甲大家介绍阮故事厝吼，阮我先分享一下画面哦，吼，稍等我一下。好，安尼，即摆有看到阮的泡泡影无？有吼，好，我先甲大家介绍讲，阮故事厝吼，总共有2位店长，这是阮第1位店长，伊叫李美玲吼，其实伊是台南人啦。为什么伊会住台南来到阮二水乡源泉区？你讲台南足老的啦，为什么伊要住迄遐老的所在来到阮庄卡？因为阮源泉遮吼有一条露水溪，露水溪伊个是咱台湾的母亲之河，吼，伊灌溉阮彰化平原2/3的土地啦，伊的农产品足大，伊是阮的母亲之河。有一摆来到阮源泉遮旅游的时阵就是看到阮社区的理事长，吼咧看水，看就讲到尾咧，1年2年过去伊就决定讲吼，熟悉了，伊就决定要住台南来到阮源泉遮吼。过来第2张是我家己，我是田中人，其实阮嘛毋是二水人，吼。我是二水，其实我已经3进3出啦，出去阁转来，出去阁转来。人讲为虾米你要出去阁转来？我讲因为吼，拄阿英伊有讲着阮伫迄田内底掠河流嘛，伫田底耍嘛。因为阮遐的田哦，伊的土足黏的，伊会黏人啦。所以吼，出去就阁转来，出去就阁转来啦，无法度即块土地吼，真诶伤好啦，吼。我想要甲大家介绍阮故事屋咧创啥。阮故事屋吼，伊较早就是一间老厝。故事屋伊较早其实是一间文具行，伊伫差不多10年前，30年前，应该讲30年前，迄当中有一位姓陈的妈妈郑女士，吼。伊迄当阵，因为阮源泉遐足庄开，其实阮遐拢无文具行，一间拢无。但是阮遐有国校嘛有一间国中。囡仔要读册要写字，是毋是爱鉛笔？对无？无鉛笔要安那？爱买阮文具行伫搭，阮文具行自阮遐去甲文具行差不多个骑乌多摆哦，差不多就要过爱10分钟啦。真诶足偏僻的。所以即位女士啦，伊就毋甘遮囡仔。无笔通写，无簿仔通写，吼，伊就开一间店伫遐。你看即间店真诶细细间垃圾。开到尾咧，伊尾年岁嘛大啦，吼，尾就看病，人就转去即间文具行伊就10年拢无搁开无搁开了咧，一直到2020年迄当阵，
吼，阮社区甲当时的大学生就共同发起这个计划，就讲啊，无阮来互这个文具行，搁重新营业，搁甲伊开开，啊，阮要继承郑妈妈、郑女士的精神。啊，恁看觅，这是文具行拄开开，安尼。啊，迄当阵开会时阵，内底就是遮破，内底物件，伊迄内底物件拢总无变，因为郑女士伊转去了后，吼，即间文具行就拢总无够开开啊。啊，恁即摆有看到迄相片内底迄穿粉红仔色的衫啊，迄拢是阮社区的阿嬷，阮社区的志工，吼，阮阿嬷嘛是阮的志工啊。内底的少年家啊，吼，就是阮迄当阵来甲阮社区的大学生，吼，阮看觅，这就是遮垃圾，嘿，好，啊，阮拼了后咧，拼了后，来伊就变啥款？来开始订帮模啊啦，这就是阮的美玲店长，阮就开始订帮模。啊，恁看遮个啊嘛，拢阮社区的志工落去做的。等于讲，阮即间故事厝咧，伊是由规个社区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毋管少年老伙啊，大家做伙去甲伊拼出来的。嘿，啊，即个咧插油插的啊，这是阮的农夫，阮的小农啦，伊种芭乐的，嘿，嘛拢来甲阮斗插油插，安尼，好，拼到尾啊咧，好，我拼出来，恁看觅即摆即张相片有水无？伊即摆阮就甲伊的店面遮吼上边啊变成落地窗，阁有一个吧台。啊，即位林咖啡真的是足舒适的吼，因为伊正对面就是八卦山，你直接看八卦山，真的足水的。好，啊，这是阮的外观。好，啊边仔有一个完全文具行的看板，这就是伊早期上早的看板。当初来甲阮斗相共的大学生咧，就是帮阮甲即块板仔阁洗好清气，阁甲伊字阁写起哩，吼，啊，家规个拢家己留起来，啊，即位真的是足水的。啊，即栋厝啊，伊是住迄日本时代就伫咧厝，吼，啊，所以伊是一间足老的厝。恁看嘛，伊的厝顶，伊即马厝顶，阮拢无甲伊往开，阮就是要互来遮佚佗的人啊，会使看到伊的厝顶，因为伊的厝顶伊有地公啊，嘛有茶，吼。啊，想要互大家欣赏看嘛讲吼，咱台湾吼每一个无共的时代，迄建筑的变化安尼，这是阮即摆店内底有安尼。啊，阮内底拢有卖物件，阮卖啥物？阮拢卖阮小农的物件。啊，阮配合的小农，因拢是友善耕种、安全用药的农产品。啊，嘛帮助阮在地阿公阿嬷，吼，啊要安怎帮助阮在地阿公阿嬷咧？我来找阮的阿公阿嬷，互恁看。阮完全社区吼，其实伊是一个足偏僻的所在。啊，伊这个社区咧，差不多4个人内底就有1个人，伊已经满80岁以上啊。这是阮的店长，阮布老店长。阮逐礼拜一甲拜五拢有布老店长伫遮吼，恁看觅。啊，阮的阿公阿嬷拢会伫遮啉咖啡啦、泡茶、开讲啦。这阮阿嬷，啊，这阮理事长阿公啊，吼，这阮阿嬷，啊阿公。吼，因拢会晓做一寡手工手艺，嘿。阿公上敖，伊的手艺足好诶。嘿，我讲实在，恁若是有闲吼，就来完全社区看嘛。恁若有拄着这阿公啊，伊迄手艺真的是无话讲。吼，啊，这阮阿嬷。啊呢，我就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物件诶。因为先甲大家分享，阮即马有一个活动啦。阮即马社区咧找见习生，吼啊，希望大家若是有闲有兴趣，吼，利用暑假的期间，吼来看卖阮遮，阮有安排4大领域的课程啊，有从人文的文化，一直甲食农教育遮的物件拢有，吼啊，遮相关资料拢会使去阮的粉丝团 FB 粉丝团明册馆订看，吼，自7月4号到9月5号，7月4号到9月5号，拢会使入来看卖，吼，安尼关掉。啊，过来咧，我想要甲大家拄仔有讲到一个物件，
我想要甲大家分享阮迄当阵音乐会，2020年的音乐会啊，请大家欣赏一下。看画面较紧啦，甲大家讲，看嘛讲阮遮偌水。这是阮社区的音乐会，阮会日餐内底听音乐。啊，即马这是走读的小旅行。这公园啊是阮阿公阿嬷起的。这公园嘛是阮阿公阿嬷起的，啊要安怎看？迄是阿公阿嬷起的。你若去到遐吼，你看涂骹的砖仔角，迄砖仔角拢无平，拢无对齐啦。迄就是阿公阿嬷因去捡倒来，废物利用了，佮家己倒。这公园啊嘛是，拢是阮社区阿公阿嬷倒起来。这是阮黑泥田拔河 U 大树的比赛场地。阮遮有足侪古厝的，啊嘛有烟楼，啊欢迎大家来欣赏。这阮的不老乐团，阿公阿嬷因拢会晓讲歌，甲唱歌。你若有闲就来佚佗，烧酒来拼仔头，有大事。这是林姓寺庙。林姓寺庙，伊是咱台湾唯二的公有寺庙。传出来，等你来佚佗。你是了水溪的囡仔，大伫北部湾全边头。你若有就来佚佗。烧酒来拼头，
好了，那我的分享到这边。那请问刚刚大家有听到音乐吗？我一直很纳闷。有啊，有吼，好，反正我讲变成国语啊。你想用这国语就惊一下。好，歹势，我先用我变国语。安尼即马就 Q&A 时间，好不好？Q&A 时间。好。啊，我甲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头拄有甲迄落网链放伫开讲室遐，啊，大家会使去因诶面册卖种遐看卖啊咧。啊，若是有少年人即个休热无代志做，啊，想要去参加因诶因即个地方诶即个活动，蹲点见习生会当先去报名，多谢主持人的分享吼，帮我推荐。哦，安尼，我着阁甲大家补充一下，像因阮社区目前啊，因为阮拄仔有甲大家介绍着，就是阮有露水溪嘛，露水溪伊阁有北埔圳，北埔圳了后阁有林森寺庙，所以其实阮社区的资源是真侪，但是因为阮社区真诶，伊是一个足侪老伙仔，足侪老伙仔，老伙仔拢足老诶所在，所以阮就需要讲少年人吼来阮遮看卖，来佚佗嘛会使，吼，因为其实自从阮完全故事厝吼，伊自旧年开始营业了后咧，阮遮阿公阿嬷因拢足欢喜诶。因拢会定定来遮看卖，啊，无就是想讲啊，毋知有人客无？因拢足烦恼，阮遮有人客无？因会想讲因若是讲看到有少年人，有看到大学生来，因拢超级欢喜诶。系啊，所以讲甲大家邀请讲，你若有闲，无一定讲一定要参加阮诶活动啦，吼。但是若有闲，就来遮耍耍看卖讲啊，阮遮诶山，阮遮诶云，啊，阮遮诶气氛啦嘿，因为其实我感觉会使甲骹吼放伫餐水内底听音乐，迄真诶足爽诶，你敢知？所以欢迎大家啦，吼啊！看卖恁有啥物对阮社区有好奇诶，会使甲我问看卖。丽水我若转去厝林拢会经过呢。哦，咱住婚林嘛，还是嘉义？嘿啊，我婚林。婚林哦，隔壁尔，婚林倒位？我即马伫台中咧读册啊，若倒位拢会经过丽水啊。嘿啊，欢迎来遮坐啊！好啊，恁讲去遐看卖。阮顶港有一个住欢迎，嘿。阮顶港有一个住宜兰遐啊，骑乌多摆骑到遮，啊，伊是一个台语的老师，嘿，伊讲伊伫迄Google 馆顶看到阮，伊就足好奇，啊，伊就住宜兰，骑乌多摆，啊，骑到阮遐暗时7点外，好佳哉，我搁伫内底，嘿。我来甲大家补充一下，大家若是想要去玩泉，其实真方便。你若是要坐火车，伊有火车会当到玩泉，你会当直接坐火车到玩泉。就是你先坐到二水，啊，二水才搬车搬到玩泉，安尼足方便的。啊，我嘛想要来分享我的一寡想法，就是我感觉即个所在，就是有即个故事厝，就是一个足好的所在，就是互阿公阿嬷一个舞台，叫因互因分享因的人生的故事，啊，嘛是会使互因有一寡目标去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啊，大家会使我做伙啊会当。做伙就是开讲啊、交流啊，我感觉即个方式会当互社区活起来，啊，嘛会当互其他外口的人想要来即个所在，所以我感觉遮是一个足好的
案例，互大家就是以后大家若想要做恁家己故乡的社区的营造啊，还是啥物拢会使来参考完全即个所在。我感觉遮做了足好诶，我嘛是足想要甲即个所在推荐互足侪人知影诶，安尼。我们欢迎大学生加入我们。我会甲即个分享互阮即摆欠人，阮即摆欠人。欢迎，欢迎大学生入来，欢迎。我想要问讲恁讲迄当阵有大学生来斗相共，迄是倒一个大学的大学生啊？勤益。哦，勤益科技大学。因迄当阵，足侪呢，足侪。那联络着？其实伊有一个计划，迄计划叫做是，大学回游，大学生的回游计划。因迄当阵因为勤益本身啦，因就有学长姐合。因本身的迄学长姐就进前就有来甲阮遐过啊，因的学长姐就有甲因介绍讲，这个所在袂歹哦，吼，有真侪物件通好去看，通好去学，你会使来去看卖安尼，因就同好有哦，同好啊，朋友逐个招，就去到阮遐，了，因迄名叫龙英啊，因迄届名叫龙英啊，因就有去做一寡因就伫社区遮学啦，因伫阮社区住1个月，有去做有去田里看，有去看阿公的做人仔糊，佮有做真侪物件，到尾就是佮有替阮社区，比如讲拄仔恁看到阮的文具行，其实就是因替阮斗拼出来的，因。顶礼拜吧，佮有转来，因为因今年毕业嘛，因顶礼拜佮有转来阮故事厝内底看阿公阿嬷。因就讲阮要转来找阿公阿嬷啦，毋知阿公阿嬷有伫咧无？我讲有啊，阿公阿嬷因即摆咧上课，因为迄天阿公阿嬷因拄好咧上瑜伽课。我讲无恁等一下，恁伫故事搁休一下，较等阿公阿嬷下课，恁较过找阿公阿嬷。因讲好啊，所以其实阮遮基本上就是希望讲尽量有少年人入来，甲阮看卖就算其实真诶是，其实讲实在嘛，是感觉阿公阿嬷会欢喜啦。迄就是上有名诶。300年的山野树，即丛山野树即摆伊已经咧结山啊，所以行过时阵较细腻的即丛山野树咧，伊有一个故事啦，阮拄好有甲恁讲着，社区阮遮有一个灵神寺庙，灵神寺庙伊是咱全台湾第2间是国家所起的庙，第1间就是孔庙，第2间就是咱灵神寺庙。灵神寺庙伊要拜啥？伊就是要拜讲，祭拜讲咱北部圳治水有功、治水有功劳的灵神寺。伊当初灵神寺是伫倒位？甲阮完全社区的人讲要安怎治水，伊就听讲伊就是伫迄丛山野树下骹甲阮教的。所以咱若是去到阮社区看，迄丛大丛300年的山野树下骹。伊有画图，迄图嘛是当年大学生替阮画的，伊就画迄灵神寺驾册模样，伊拢家己画起来。安尼有啥物问题无？既然无问题，我想要甲大家分享阮的活动呢。不老实上秀，这就趣味的哦。刚刚问一个问题。好，请讲。敢有咧甲别即款的社区咧交流？阮
有啊，阮这边阮中华吼，其实阮逐个月拢会办讲座、共学讲座，啊，阮会邀请别社区的老师来遮分享。啊，像阮离阮当中二水完全社区遮，阮较有咧交流的，就是溪州上水。哦，嘿，溪州上水伊嘛是做虾年的，伊嘛因7月25号、26号伊嘛有虾年季哦。那大家有兴趣嘛，会使去看卖。过来就宜林因的虾伊嘛有咧算虾年，因的虾年季足特别的。因虾年季顶个月款，顶个月迄当阵因的虾年季办是办一日海军陆战队，而且是在而且是伫田内底做海军陆战队，嘛足趣味的。哦，嘿，其实我是想要甲大家建议讲，咱台湾实在是有足侪所在足特别的，但是咱拢毋知尔。啊，遮足特别所在，咱需要咱用咱的双脚去行，咱才会知影讲啊，原来咱即块土地遮特别。因为讲一句实在，我住田中遮侪年，我嘛毋知日子有啥物故事，但是我来到完全社区了，我才知影讲，哦，原来露水溪是咱台湾的母亲之河。我较早敢知影啥物长江河流尔，长江啊还是黄河，根本毋知露水溪嘛。啊，即摆知影露水溪了，就搁知影北埔圳，知影北埔圳了，就搁知影林城市。所以我感觉咱台湾的在地历史、地理甲故事，拢足需要咱大家去行去了解的。我甲大家分享。好，多谢。好，谢谢。